歡迎大家收睇今日嘅 AH 專題啦。咁我就係今日嘅客席主持，咁就係時富證券研究部嘅姚堅羅啦。咁今日好開心，就好榮幸，亦都請到就恒指服務公司嘅 Vincent 關生咧嚟到講一講，即係當然近排嘅最流行嘅一個所謂嘅 AH 股個日價指數啦。咁其實 Vincent 啊，入翻正題先啦。咁就其實好多投資者都問啊，點解恒指服務公司咧會推出呢個咁即係幾創新嘅一個嘅指數啦？咁會唔會係單純係話順應翻嗰個所謂嘅回歸潮流啊，或者係啲 QDII 嘅潮流啊，而推出呢個咁嘅指數嘅咧？我哋出呢個指數最主要就係話咧，我哋見到市場係關注呢個題目，即係話同一間公司去 A 股同 H 股兩間即係唔同嘅股票喺兩期買賣係出現一個價差嘅，而且亦都見到呢個價差嘅變化咧都可以幾大嘅。咁而且而家呢個市場上有40幾間咁嘅公司，每間公司佢哋個價差都係唔同嘅。咁究竟點樣先至可以話到俾大家聽？究竟而家 A 股、H 股佢爭幾遠咧？咁樣咁所以我哋喺舊年年底咁上下到啦，我哋就開始係去即係研究呢個嘅 AH 股，點樣去計算呢樣嘢咧？咁樣咁最終我哋嘅結果咧就計出一個叫做 AH 嘅日價指數，咁就用一個簡單嘅數字計佢一個嘅加權嘅平均，究竟個加權平均嘅日價係幾多咧？咁我係希望能夠俾啲投資者啦，俾一啲佢哋如果真係想研究呢個價差問題嘅人嘅話咧，係有一個簡單嘅指標，咁去睇到個價差係幾多。嗱，其實即係阿關生亦都講咗一樣嘢，其實好多嘅投資者以往嚟講咧，都問我哋即係啲研究員一個問題，成日講 AH 股之間嘅價差，其實係差幾遠咧？以前咧，我哋一定係遠少少咧就中石化嘅，因為個市值比較大；近少少咧就用中人壽嘅，就係話而家爭幾多。咁但係始終咧都冇一個嘅指標去話到俾投資者聽，其實個實際情況係點樣。咁而家出咗呢個指數之後咧，我哋就比較簡單啦。你睇恒指服務公司嘅 AH 股個指數咧，就爭33% 嘅，咁就會比較簡單同埋具體化咗嗰個價差個情況出嚟嘅。咁另一個問題咧就係話投資者亦都比較關心一樣嘢，其實好多嘅即係啲高官啊，甚至任志剛亦都講過啦，嚟緊可能會有個 AH 股嘅套戥嘅機制走出嚟。呢個指數其實會唔會亦都係意味住個套戥機制可能個未來嘅時候呢係會出台啦？咁所以你哋恒指服務公司呢係預先做定一個指數出嚟呢？有關套戥呢個問題呢，我相信佢係有即係大家係同一時間做緊同樣嘅嘢，我覺得。即係至於我哋個指數究竟最後係咪配合到個套戥呢？即係套戥係咪需要用呢個指數，還是其實佢未必一定需要用呢個指數呢？我哋基本上係唔知嘅。咁就只不過我諗我哋從一個指數編算嘅角度去睇，就好似你正話啱啱講啦，就係話即係投資者可能係需要一個較為容易啲講到俾大家聽嘅，因為最大差價嘅可能講緊2倍、3倍咁樣，最少差價嘅可能係差唔多一樣嘅而家。咁當成個市場究竟幾多度咧？咁我諗用一個指數嘅方法係能夠有個幫助。而當然啦，我哋都覺得我哋期望即係話，如果個市場真係要研究一個價差嘅變化嘅話咧，即係呢個指數可能都有幫助。因為你睇個別嘅股份嘅時候咧，佢哋個變化可以好大嘅。咁但係你當將20幾間公司佢個價差平均咗去計算之後咧，佢會較為穩定啲嘅。咁對於做任何嘅研究啊，或者係甚至係真係研究機制啊、產品等方面嘅話咧，有個指數去做嘅話咧，可能有幫助。係啦，即係正如啱啱我都講啦，即係如果以前我哋搭親人咧都係中人壽或者中石化，咁但係中人壽同中石化始終有翻自己嘅基本因素影響到個 AH 股嘅股價啦。咁如果有個指數嚟睇，即係將27嘅股份嚟到用一個嘅平均值加權平均值嚟到去做咗個指數嘅話咧，就俾個投資者咧更加明顯嘅一個嘅情況可以睇到啦。咁去到第三個問題啦，其實亦都係投資者最關注嘅問題。大家都諗到啦，有指數就應該有個期貨嘅，俾大家去炒下又好，投資又好。其實有冇諗住係出翻個相關嘅期貨出嚟嘅咧？對於產品嚟講咧，我哋相信最終邊一個嘅指數佢係能夠有啲咩產品出到嚟咧？最後要由個市場去決定。其實我哋計咗咁多個指數啦，而家有期貨產品其實3個指數嘅啫。咁佢哋嘅受歡迎程度亦都係唔同嘅。咁亦都要市場人士需要時間係去熟悉一個指數，然後先至去決定會唔會有個期貨嘅需要嚇。咁所以對於而家我哋呢個嘅 AH 嘅指數系列啦，其實我哋有4個指數，有3個價格指數，亦都有一個日價指數喺度。即係最終究竟呢啲嘅指數邊啲有產品，邊啲可能係未必有產品係做一個參考價值嘅啫。咁甚至如果有產品嘅話，佢係啲場外嘅產品啦，還是係啲喺交易所上市嘅產品，甚至係期貨咧，我覺得現階段可能我哋都唔
睇唔到住。 OK 咁而我相信特別係期貨啦，因為我諗其實任何產品去牽涉 A 股咧，已經係有相當多嘅因素要去考慮。牽涉到所謂個套戥啊，呢個風險轉移嗰個問題。而期貨係一個咁，即係如果係即係從一個期貨而一個好活躍嘅期貨嘅話咧，佢係有好多人嘅參與喺入邊。咁嗰啲人點樣去做到呢個嘅所謂套戥嘅咧，都係一啲需要研究嘅問題嘅。咁所以我個人嘅諗法，可能即係話即使大家都有意思去研究嘅話咧，即係一個期貨嘅產品，可能未必會係即係最先個市場上邊可以即係發展到出嚟嘅產品。